子酥叶加盐巴搓揉，再挤出汁液。多3道工序让紫苏味道留香而不呛，是善于腌制的客家婆婆传授的私房秘诀。因为俺是好农民，俺家到他家种就跟着婆婆học，俺是感觉俺爱倒看、倒糖、倒好，才会进步客家。所以闽南媳妇嫁到了客家庄，那就是要跟着婆婆学，对，多看、多听、多学习，才会进步得快。对，你讲海陆，那4线我们讲倒康、倒糖、倒好，才会进步客家。做客家紫苏梅已经行销全台的阿金姐笑说，做梅子没什么高深学问，就是老实用心。因为起初她就是为了让爱吃梅子的先生女儿有安心的零食可吃，才动手学做梅子。我觉得我做出来的东西是大家可以，我的家人可以吃的，大家才可以吃。除了糖和盐之外，没有任何人工添加料。她的梅子因此囊括全国金梅奖的前3名，让先生刮目相看。还破天荒让客家食材被连锁素食店选用。他一拿到我这个东西说我就需要这个，我就要这个味道，就是这个香香的那种紫苏的味道。这也是婆婆传承的味道。这个客家媳妇小心翼翼的维护，几大桶的腌制梅子每天都得亲自查看，产量变大，投入的心思就得更多。阿金姐相信，用心顾、用心酝酿的梅子绝对不会走味。即使已经达到了年产2万斤的规模，现在有些订单还是得要靠配给。阿金姐回想，当年婆婆为家人去南洋当兵时，特别准备腌制梅子，让他们防瘟疫之用的。没有想到会造就一整个梅子家族，也因为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，使得他们历经了塑化剂风暴，订单不减反增。倒宽、倒糖、倒好，才会进步客家。倒宽、倒糖、倒好，才会进步客家。